Hello， 新鮮滾熱辣啊！新鮮滾熱辣，上架冇幾日咋，134平方，獨一份雙套間大精裝修，195個，喺呢個小區可以講係精裝房賣無批價。今日睇嘅係一套新中式嘅裝修風格單位，原屋瓷磚上牆，所以成個裝修保養得唔錯嘅。成個廳係餐客一體嘅橫廳設計啊，房間有7米，睇起身非常之闊落。全屋仲包埋成屋嘅紅木家私，呢一套都係配埋俾你噶啦。客廳旁邊原本係間客房嚟嘅，依家做咗間茶室，業主真係識享受啊！再過嚟就係廚房，廚房唔細噶，光猛又通透。過到嚟生活陽台呢度，後邊呢度視野開闊，仲可以睇到少少光景添。成個客廳南北通透，無論係同屋企人或者係朋友喺度傾偈睇電視，都可以享受到空氣流動帶嚟嘅舒服感。出到嚟陽台，視野都算開闊啦，仲可以睇到東升學校。休息區一共有3間房，北面呢間業主改成咗一個套房，同埋空間都唔算細噶。呢個衛生間係原本嘅公共衛生間嚟嘅，係改咗成呢間房套房。後邊嘅景觀視野非常開闊，仲可以睇到啲啲嘅光景。成套單位嘅採光都算 OK 嘅。而家我係11點鐘左右，呢個採光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啊。主人房係一個大衛生間嘅套房咯。至於呢個空間感，一個詞可以形容：闊落。今日呢套134平方東南向4房雙套間真係新鮮滾熱辣，上間冇幾日啦，而且業主都幾有誠意，195個無批價可以賣到呢個品質嘅裝修，想買房拎包入住嘅就唔好錯過啦！記得點讚關注哦。